后一位选手是阮家庭的代表，伊叫做阿本，身高172公分，65公斤。你哪有这个勇气来参加这个比赛？无，我是粉丝呢，你知无？你是粉丝？我自细汉啊，就最爱看迄瓜哥的百战百胜。哦，就感觉哦，我家己来在挑战这，就感觉真厉害。啊，搁较大汉就看迄日本的迄给韩体能日韩体能哦，哦，我就想讲，哦，看起来真简单啊。你看对真靠谱哇塞！不是哦，拄则吼，观众朋友若咧看吼，伊会感觉讲，啊，你这关卡看起来敢若嘛真简单嘛吼，但是你安尼一关一关过来到尾啊，你看拄则的国春啊，爬袂起就是爬袂起，你个勉强我爬袂起。伊只粗用都救袂起啊！啊，你这3比8，啊，你即摆这是啊，这橡皮是安怎？即摆这就是甲你讲，迄即摆修图的技术最厉害。你真正有练到这大念啊？P 图啦，P 图。这是看嘛，你倒平的。你疼啊！你慢咧慢咧，莫安尼啦，卡袂着就要安尼哈。小看啦，你望看有定无？你望看。望看卖啊，我鉴定一下。哦，对无？有啦，小看有定啦。啊，搁爱加油，爱加油啊！甲相片小可无共啦。看嘛，相片甲相片差偌济件，差较济啦，差较济啦。歹势哦，加500，歹势啦，讲通告费加500啦，加500。都烫裤啊，搁加500，哦，袂使烫裤啊，放喺谁放谁。多啦。哎呦，偏康，有啦，先讲有啦。哇！小可有咧练啦，啊，我你在底下过关无？你是心济，还是你要一直等伊？无啦，你安尼练，安尼爱练偌久啊？安尼哦，其实你就是逐礼拜一定爱去2、3届去运动安尼。安尼好，准备好势哦。哦，加油！来，请就位。阿本加油！好，咱第三选手阿本呢，伊今年41岁，身高是172公分，体重60公斤，啊，汗臭是非常之好。头拄吼，咱看伊咧腹肚迄筋肉吼，顶啦。啊，即摆来到第2关，咱就紧来抢头香。零跳嘛过啊，这关吼，咱慢慢来，头香差咯。即摆来到第3关。咱的高山海天顶，这关的挑战就来啊一般咱这个动作拢其实只小可练过不是讲平常时有迄运动地使来参加，都要小可少训练一下。即马过到第2顶，加油！看起来，大家小可卡小可卡，有法度无？咱这阿本叫做讲是咱公主帮的帮主啦有一个有金牌的 princess。注意哦，注意手标安哦，公主，加油，公主，用腹肚的力量，经过海过去无？爱经过啦，拖落去就无好啊咧，袂使去拖啊，袂使放弃，你会使，过关啊，加油啊，不加油啊，搁踢一个，公主加油！用海的，一定要用海的啦！卖放弃！我卡一下我不敢啦！哎呦，这感觉呢就危险的，就无彩的，差一点嘛。今天甲所有观众讲，电视看起来较简单。你原本感觉倒一个关卡，你感觉上难？我刚好过3个尔。你嘛唔知啊？不要拖啊，袂起。已经足厉害啊！好，已经足厉害。头一位女性的选手伊叫做苏子晴，身高168公分，52公斤。伊的专长是更讲这个身材。练了真正袂歹呢，会使转一练无？哎呦，这一个，哇！有啦。谢谢下回啦，阿妹你啦，你要比赛起来呢，你多3岁啊？紧张嘛！伫咧下骹看，甲起来舞台顶，迄个心情，无共。到位。
伫咧下骹迄心跳差不多100，啊，徛伫顶悬差不多100倍。安尼跳较会注意哦，跳一个伤多哦。你平常时咧跳啦啦队，有跳更共啊，更讲，我咧练更讲。更讲，但是甲这个运动是完全无关系的吼。啊啦，应该有关系吧？手啊啦，手的力量。啊，今仔日恁翁国手嘛，哎呦排球国手，哦，嘛有来现场，有来甲你加油。敢有啥物话想要对恁水某讲？加油啦，某！加油，好，稳就好。好，重点安那爱赢阿本。对，重点是爱赢阿本。加油哦！你个海有鬼，好，来，加油，请准备。苏主席，伊咧为着家己要过去过哈尼门的这个50万的奖金，要甲伊拼啦。有咱你看的这个王俊桥过去，其实这个王俊呢，对这个体重较轻的选手是较吃亏啦。但是呢，咱的其他嘛是轻松过关，啊到第2关的紧来抢头香。哎呦，够时间啦！这个摆一个 pose 一个哦。坐过咱的龙跳、香炉，抢一头香咯。再来第3关高山海天顶。以咱的经验，咱所有选手到这关呢，其实有真侪选手拢伫这关来出局啦。但是这关还是会当过，啊就真有可能会当过到咱的麻雀电视股。哦，要有耐心哦，唔通紧张咧。但其实吼，咱你去头，你是有咧练这个更讲啦，所以手力应该是真过够袂。去，迄个律动无抓去。哦，行边啊，先行过才过来边对，先下过，啊，甲用骹尾交这个锁啊吗？哦，直接用手落啊，直接用手落啊。手休困。好，好，即摆手又飘着第2粒的天顶啊，哦，第2粒天顶嘛倒起来啊。加油！要有耐心吼，要有耐心，就啦，是赶是无效啦。哎，头脑要想清楚，骹甲手协调性要有够。我伊骹咧高手啊，真有技巧。哦，这就是练更讲的技巧伫遮啦。高了有够稳的。功夫看会出来，功夫看会出来。第3粒的天顶，加油，豆豆来，啊，其实哦，咱你去打也是要做咱艺人的第1名。之前阿本吼就是伫咧遮出局的。来慢慢啊吼，迈过去，迈过去，迈过去，爱有耐心。但其实对咱选手的体力嘛是真大的考验啊。高着，水。好，手好休困。去打伊的骹已经搞着啊。哦，稳啊，了安，稳啊！我唔敢换着啊。哦，稳啊！了安，稳啊！我唔敢换。你哪会安尼规个人溜落？你们身啊本是拍做白手啦。你搞着啊呢？对啊，啊，有够可笑的。真可惜。敢袂足忝的。来，我有赢阿本哦，有我伫我心内你是艺人的第1名。我有扭到第3条锁啊！阿本无用着，阿本无用你着。第2名，敢无 OK？OK。我有扭到第3条哦。掠伤久，啊，我到后壁第3粒的时阵，我手就无力啊。但是若是互我一摆机会，我绝对会过。谢谢。就可惜。